我是李武雄，戴苗栗。这条路虽然动小，假使唔在这条路上，佢将一条带向全世界。我是林业士，我到台山县23公里的客家村以外，古道对我来讲是生态良好的地方。这条路虽然动小条，假如唔去到这，我可以带予全世界。种子西路是台北客家人生活的地方，北到从桃园一路向南，终点杀到台中的客家园区，串联到古道、山路、产业道路。虽然也动到路段慢慢的就无人在行，经过长时间的推进出来，慢慢的推展，也有开始动到你来行。兰老西路是种子西路的本名，给泰雅族同西雅族很多总数很多兰老西路做客家西条路的意思。特别公路动到家，逐渐就是难免就有抢来抢去的事情。也有人从事恢复的这条西路，马从特别做生意的路线就打开来。修整古道的工作。完全采用唔会破坏环境的塑造工法，进行贴白勘、开路、摆石条、整理新的路段，全部用自工采集的机密，共同组织团队手工打造，用汗水笑容搞制出浪漫台山线。希望大家共同踏上一条路，行到全世界。